今日同大家回顧翻2025年啲矚目大額嘅成交，亦都非常之精彩嘅。回顧翻2025年咧，就樓市咧已經觸底回穩啦，亦都趨向咧就回升嘅價錢。咁亦都可以同大家咧就分享翻咧就10大啲頂級嘅豪宅咧嘅矚目成交。第一位就山頂嘅百嘉道2號，總價係28.5億。第二位係深水灣道6號，總價係22億。第三位係山頂道40號，20億。第四位係歌賦山道1至5號，10.88億。第五位歌賦山道15號，7.9億。第六位山頂道10號，7.6億。第七位聶歌信山複式6.09億。第八位壽臣山道西15號5.79億。第九位山頂種植道1號1號屋5.579億。第十位香島道37號，總價係5.385億。喺2025年嘅10大嘅頂級豪宅嘅成交，都睇得到咧，成個市場咧都開始蓬勃，尤其是股市上升，未來個趨勢好嘅話咧，我相信喺2026年，我哋預測咧啲大額嘅成交咧都陸續會衝入個市場。咁尤其是一啲大型嘅項目，亦都有啲矚目嘅罕有放盤嘅成交。無論一線好、二線好，我相信咧，啲資金咧，亦都係充裕咗成個市場嘅。咁買一啲頂級豪宅咧，就係資產配置最佳嘅優勢。我相信2026年咧，啲大額嘅成交咧，都會有好大幅度嘅成交量嘅上升。大部分嘅買家咧，都係鍾意買啲優質啲嘅資產咧，我嚟保值同埋係我嚟自用嘅。咁我對於一啲頂級嘅豪宅，無論係一啲項目啊，或者係啲收購項目咧，我相信咧都會陸續咧都會係增加咗嘅。咁對於頂級豪宅，我都充滿信心嘅。